听说你急需钱是为了交 We Love 的房租，那个餐厅是你的吗？那是我闺蜜和朋友的店。我觉得你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总是对别人那么好呢？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就剩下我跟哥哥2个相依为命。后来哥哥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了外地，我就一直寄宿在万家的家里。他们家有一个小餐厅，我没事的时候就会过去帮忙。做菜也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的。我跟万家的感情就像亲生姐妹一样，所以他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忙的。所以你就把喜欢的人让给他。我之前找人查过，在应东家没有出事之前，万家是他女朋友，而你跟韩定一交往过。谁让你没事查我的？况且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我跟韩定一现在只是普通朋友。是这样的吗？那他干嘛还这么关心你？大半夜给你打电话。40万1年的租金啊？那你这1年不是在为房租打工吗？有好的解决办法吗？一个男人做事要有担当，怎么能遇到困难腿就软了呢？再说我们的花店已经进入正轨了，每个月订单都是有增无减的。我们的餐厅的部分都是有很多熟人的。但是万家告诉我说，薇薇已经决定毕业后不再帮你料理餐厅的事儿了。啊，他是有跟我说过，但是一天没发生，我就一天没把它当真的。毕竟我们这花店花了我们很大的心血。哟，爸，怎么了？这么开心？你们猜猜，这个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哎，是什么？哎呀，佳佳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这个呢是纽约艺术大学的邀请函。哎呦，纽约啊！是给你的吗？妈，你还有第2个女儿叫万佳吗？哎呦，我终于收到这个邀请函了，我的梦想就快要成真了。一会儿啊，我去买菜，咱们晚上回家好好为我女儿庆祝庆祝。庆祝什么呀？这还是以前应东给她办下的。再说了，这去美国读书，那得多少费用啊？这学杂费、生活费，那
刚才我说去美国的打算，是不是让你不高兴了？做一个决定有那么难吗？丁一，你如果不想去，你大可以直接的告诉我。咱们之间还需要用沉默吗？万佳，你别胡思乱想了好吗？我只是自己特别纠结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说实话，我放心不下 We Love， 这里承载了我的一切，我不愿意给别人，这样我就失去了我的所有。可是我真的放心不下你去美国，我不想骗你，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其实我也很舍不得We Love，可是去美国真的是我的梦想，怎么办？好纠结。好了。欧总你好，我是英氏集团的英东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好，我是雨婷集团的王破。我今天就是请微微的好朋友们吃个饭，不要拘谨。今天我们不谈公事。好。微微的好友都叫了吗？已经在路上了，应该快到了。娟姐的药忘了拿，你们先坐，我下楼先去帮她拿药。我去就来。OK。哎，你看我今天穿这衣服行吗？挺好看的。真的。天哪，你今儿真美！你穿裙子真好看。第一，我去给娟姐下楼拿药，你们先继续做，我很快就上来。啊，行，快点啊。嗯。走吧。来，我们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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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，每个人都很棒，男孩子很帅，女孩子很漂亮。欧总也很年轻啊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华佑熙。哦，薇薇有跟你提过我。当然，你还有个兄弟，还有一间小餐厅。好了，大家吃东西。那边那个女孩子是谁啊？她是我的闺蜜万佳。佳佳，娟姐和你说话。哦，你好，娟姐。你很漂亮。谢谢。对面那男孩子是谁啊？
姐，他叫韩定一，WeLove 餐厅的主人，是万家的男朋友。哦，很帅，好登对啊，两个人。是，我以前不这么觉得，但自从微微把花店的事情交给了万家以后，我觉得他们俩很配。嗯，对啊，是很配。微微，帮我倒杯酒。可是医生说你不能喝酒，而且昨天我们不是已经喝过了吗？你也说是昨天的事了，对吧？再说了，我很少出来吃晚饭，今天又这么热闹，服务员，倒酒。多吃一点。欧总最近身体怎么样？不错。微微很会照顾人的。当然。来，我敬迎天下所有相爱的人可以在一起，心心相印，身体健康。干杯！干杯！心心相印，身体健康。真的感谢你和你的朋友们愿意来陪我姐吃饭。没什么。康导，你是微微的哥哥，有件事情我必须开门见山的跟你说。我从第一次见到微微就非常喜欢她，我希望她能够一直留在我的身边，成为我的家人，甚至弟妹。今天晚餐吃得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欧总客气了，应该是我们先提你才对。你看，薇薇的朋友们真的都很好，很优秀。你有空多跟他们在一起聊聊天。姐，我会的。希望大家能够找机会再聚。好。哎，微微啊，你就不用送我回去了，你在这儿跟大家多聊聊天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你看有小辉呢，放心吧。那你们回去注意安全啊。俊姐慢走啊。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姐啊，刚才吃饭的时候你说什么弟妹，我不会把她当结婚对象的。你最好是不要再好胜的说下去了。如果哪天你真想娶人家了，到时候可下不来台哦。姐啊，你既然想把薇薇留在自己身边，干嘛要把她留下跟韩定一相处？我是想给薇薇一个死心的机会。你看韩定一那副优柔寡断的样子，哪有能力面对这种三角关系啊？女人面对不懂得取舍的男人，怎会让自己的青春继续蹉跎下去呢？大家还有什么活动吗？阿木的脚不太方便，我要先送他回去了。我能跟你们的车走吗？然后让微微跟我哥和万家的车吧。康导的脚不是也不方便吗？要不然让他坐定一的车走吧。好啊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万家，来扶我一下，我脚还没好呢。微微不会介意我抢了他大哥吧？没看到我妹穿高跟鞋吗？万一再把我拉倒了，那我们变成残废了。哥，我哪有你说那么笨啊？你一下变这么白富美，总得需要点时间习惯吧？哥，哎，今晚美宝怎么没来啊？我有微信给他，他说他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就不过来了。哥，我先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
万家送我吧，我有东西给他。我还有几句悄悄话要跟你说。我怕了？我怕什么呀？扶你进去吧。不怕就走了。第一，你陪薇薇聊会儿。哎呀，真好啊，有美女扶我回家。很不习惯现在的我吗？我喜欢以前的你。不要喜欢，无论是以前的、现在，还是未来，都和你没有一点关系。好了，你到家了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。进去喝杯东西吧，慢慢聊。不用了，丁一还在外面等着我呢。没准他希望你待久一点，好让他们多聊一会儿呢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担心薇薇会把韩定一抢走吗？思睿哥，你真的好无聊。薇薇是你的妹妹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应该比我清楚她是什么性格的吧？是吗？难道你就不好奇，就不想知道他们在聊什么？哎呀，薇薇真的更有女人味了。就算她不想怎样，也不代表韩定一就不会动摇。薇薇，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？为什么我感觉我们之间疏远了那么多？没有啊，我的改变是为了留住 V 了。要与否长租，我已经都准备好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就会用往日汇给你。如果我要放弃 WeLove， 你是不是可以离开误会？可是我所要完成3个月的合同。3个月，太长了。他会喜欢上你的。我感觉他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你对他有吗？左边那熟悉的脸，女人太简单，以为她会看得见，却忘了她的右手边。怎么样？你们在聊什么呀？我们在聊 WeLove 租金的事情。预付同房租我都准备好了，明天早上就会给你们。真的？薇薇，太好了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可是，丁一，你没跟薇薇说吗？我打算去美国上学。丁一他很可能会陪我一块儿去，所以餐厅的事情应该会让我父母接管。无论由谁接管都好，我所做的这一切，只是为了保住WeLove，保住我们大家的心血，不是为了任何人。
是你的，那是傻喂，有希。哎，哥，妈说她胃疼，你快回来吧。好了，别哼唧了啊，哼唧我心都疼了。快点好吧啊。梦姐，要是胃疼的话，就先喝点粥吧。丁一哥去给你买胃药，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我要是不装胃疼，我怎么能看见你这么漂亮、赏心悦目、这么美呢？其实从佑熙给丁一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你肯定是在装胃疼。我胃不疼，可是我心疼。当然了，有一个不知情为何物的长子，错过了一个内外兼修的好姑娘，这作为家长的。小心疼。谢谢你啊。去追呀！我不知道追哪一个，我凭什么让别人留下来啊？真笨，有希。知道。你到底想好了没有啊你？
这汤已经够咸了，不需要再加盐了。我不知道你今晚经历了什么事情，也不想问，因为有些事注定要一个人去面对。等你以后回过头来看，无论多么痛心的事情，最终都只不过是云淡风轻的回忆。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无法敌过时间的流逝。可是我现在云淡风轻不起来。对不起，我昨天晚上没有打电话给你，是因为我。只有结束，到时候谁都不再关心谁，恋爱算什么？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就希望一切可以回到过去。万佳，你想多了，谁说你会失去我了？别傻了，当我离开，所有感情都会消失，不再存在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。你会跟我一起去美国吗？你真的会为了我放弃这里的一切，跟我去美国从头开始吗？
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都要把我姐的病治好，否则就等你的医院倒闭吧。老弟啊，你这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改啊？你这一惊一乍的，姐就是没病都被你吓出病来了。没事，姐，我只是在骂秘书。你不用编了，我知道。不就是脑肿瘤压迫式神经吗？很快就要失明了。你放心，老姐就是失明了，心里也清楚得很。原来姐都知道了。你当我傻？我不会跟自己的医生联络。再说了，眼睛长在我的身上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姐，现在的医疗技术这么发达，他们一定能把你医好的，放心吧。我不担心，我只是想在失明之前能够完成一个心愿。什么愿望？就是请亲戚们来家里热热闹闹的吃个饭。这个简单，我帮你搞定。不行，那些势利的人，小时候他们有帮过我们吗？现在想起我们了，我不同意。你姐的身体都这样了，一脚都踏在棺材里了，还有什么好计较的？什么一脚踏进棺材里了？姐，我不许你这么说，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。我告诉你，横竖都是个死，我不会做手术的。我知道你过来是想来说服我的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不会答应的。你知道你现在额头上写着4个大字吗？英俊潇洒。是食古不化。现在这个社会有多现实，相信你比我还清楚。在你有难的时候，别人不害你，就已经算是在帮你了。他们只会记得曾经对你的好，曾经帮助过你，但是没有人会记得曾经看轻你。所以你何必去为了那些别人都不记得的事情而斤斤计较呢？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想呢，我就是不同意他们来。你不能这么自私。虽然你跟你那些亲戚平时不来往，也许他们之前对你很差，但那都是以前的事情，你们毕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。现在的你，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去原谅。没有那些人，这么多年我和姐姐相依为命，也过得很好。你是真的不明白你姐的苦心是吗？你姐知道你自强独立，但是你的性格太过于孤傲，身边很少有朋友。她是害怕，万一哪天她要是走了，不在了，那你身边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。她觉得亲戚是最好的桥梁，血缘关系，就算你不想承认，它也还是存在。所以他想让你认祖归宗，重新和家里那些亲戚来往。他不想让你自己一个人。那也没办法，我一个人很好，用不着操心。可是你姐不好，她操心你的事情。你过得不好，她可能过得好吗？所以就当是哄你姐开心。咱这戏也得演下去。你姐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就是你，所以你千万不能辜负她的一片苦心。做人真的好难呐，
除了顾自己以外，还要顾别人的感受。当然了，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门学问就是做人。等你完成你姐这个心愿以后，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了。那时你还会陪着我吗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改天我带你一起去游乐园吧。我不开心的时候就爱去那儿，因为我觉得那儿的快乐才是最纯真的。好啊，改天一起去。哎哥，昨晚康公子回来了吗？呸，是康公主。没有啊，我今早给他打过电话了，手机关机了。他是不是因为昨晚的事情生气了？他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吧？哎，就说你不懂吗？我问你啊，康薇薇是什么？什么？是女人呐。只要是女人，无论她性格多大方多男人，都会有小肚鸡肠的时候。女人是用来哄的，用来疼的。而且我昨晚追出去之后，亲眼看见她眼泪汪汪的样子，人家是觉得委屈，人家一女孩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阁下你又为人家付出过什么呀？我决定了。决定什么了？话题转这么快？我要把这个花店卖了。薇薇为了花店才答应欧辉的要求，为了我去做别人的出租女友。我这样躲在一个女人后面，靠她接济，我算什么男人？可是他那个房租不是转让给你了吗？我没用过他的房租，我宁可把花店卖了。我不能委屈他。可你好 man 啊！如果薇薇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定被你迷死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，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行动上。你呢，现在好好料理这个花店的事情，我会替你找一个好的买家，商量一个好的价钱。